Hello， 大家好，我係 Leo Sir。我哋今日嚟傾一傾好多家長都頭痛嘅問題，就係小朋友好中意爭辯、包拗頸。其實係咪一件壞事嚟嘅咧？我相信家長都一定要遇過咁嘅情況噶啦。佢咩都要同你講道理，你同佢講東，佢就偏偏要講西。咁好多家長就話啦，真係俾呢種包拗頸嘅小朋友激死。咁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一個問題咧？我認為會嘗試用一種更加正面嘅角度去睇，因為有可能其實係一種潛力嘅表現嚟㗎。你知唔知如果小朋友唔係無理取鬧，而係真係喺度諗緊嘢去表達一啲唔同嘅意見，咁其實呢一種愛爭辯嘅性格咧，係一種學習嘅天賦嚟嘅。根據一啲現代教育嘅研究，一啲適當嘅辯論同反對嘅意見，唔單止能夠令到學生思考更加深入，而且能夠激發佢哋去揾更加多嘅資料事實，去驗證佢哋本身嘅觀點，從而可以培養到而家好多家長都想要嘅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嘅思維。爭辯本身其實就係一個證明小朋友係會思考嘅。我哋可以睇一睇真實嘅例子，當小朋友同你教緊點解假期唔可以玩多啲手提電話或者打多啲機咁嘅時候，其實佢腦入邊已經整理咗一啲已經有嘅知識，而且揾呢啲嘗試新嘅論點去說服你，嘗試有邏輯去反思。咁呢種能力其實喺學習上，甚至未來出嚟做嘢都係好重要嘅。仲有一點要講一講嘅就係，其實不斷咁去辯論或者爭辯咧，係訓練到孩子嘅多角度思維嘅。好多時候我哋注重對錯太多，但係忽略咗唔同觀點嘅多元化。咁有時我以前教書嘅時候喺課堂上都會刻意安排一啲辯論活動，引導學生喺唔同嘅角度去思考。例如科技對於教育嚟講係好定係壞，咁會俾其中一位學生做一個反方嘅辯手，挑戰全班嘅主流觀點。咁樣嘅話會令到大家更加有思考嘅深度，而且學識尊重唔同嘅聲音。咁呢一種好 typical 嘅英國課堂啦，就唔係淨係話教知識咁簡單，而係會引導大家去思考。咁的確對於傳統華人社會嚟講，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咁但係我認為從教育嘅角度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其實家長都可以喺日常生活入邊引導小朋友點樣正確去爭辯嘅，因為好多人一定會話Leo Sir，你呢啲課堂嘅做法太專業啦，我只係一個普通嘅家長，我應該點做？咁我接下來就會分享3個好實用嘅家庭版本嘅爭辯嘅練習方法，簡單有效，隨時都可以用嘅。方法1，你刻意去扮演一個反方，即係話當孩子有一個觀點嘅時候，你試下同佢唱反調，做一個反方嘅辯手去引導佢去思考嚟說服你。因為當佢試去說服你嘅時候咧，過程入邊你就會發現佢個邏輯喺邊度，咁從而幫到佢更加清楚自己嘅諗法。例如有小朋友可能話，我覺得睇 YouTube 有趣過讀書，咁你可以話，咦，真係咩？但係讀書唔係比較有用咩？你會有咩睇法啊？咁樣，咁從而引導佢講更加多嘢。方法2，分級排序一啲觀點。咩意思呢？當你同個小朋友去討論或者拗撬緊嘅時候，你可以一齊去列出幾種常見嘅講法，然後一齊去討論邊一個講法最有根據，邊一個講法只係道聽途說或者冇一啲事實去 back up。咁樣做可以幫到小朋友去分辨一啲資訊嘅可信度，特別係而家呢個資訊爆炸嘅世界，其實好多嘢都係假嘅。咁你可以訓練到小朋友嘅判斷力。一個例子好 typical， 啲小朋友經常都講噶啦，打機其實對個腦係有好處嘅，打機對個腦究竟係好定係壞嘅呢？咁你列出5個觀點，俾小朋友自己去分析一下邊個最有道理。第3，觀察式對話。有時候當小朋友同人哋去起爭執或者拗嘅時候，你唔好急住去插手，你可以請佢回頭去分析一下，你覺得啱啱邊個嘅講法比較有邏輯？點解呢？咁希望佢引導佢有一個反思式嘅觀察，咁樣比你直接干預佢更加幫助到小朋友訓練出佢哋嘅思辨能力。爭辯除咗可以幫助小朋友讀書之外，其實對於佢哋未來社交或者職場更加有用處㗎。因為小朋友從小懂得點樣去爭辯，其實幫佢哋嘅未來人生做好準備。一個識得爭辯、識得表達自己嘅人，未來無論喺職場做 presentation， 甚至團隊討論、處理衝突等等，都會更加有自信，可以說服到其他人。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哋識用唔同嘅角度去諗問題，尊重對話，而唔係好單純咁用情緒性去反駁。咁呢一樣嘢係錯㗎。總結一下，我認為爭辯本身係一個能力嚟㗎。當下次小朋友又開始同你辯論或者係拗頸嘅時候，你嘗試換個角度去諗一諗，其實佢喺度練習緊成為一個更加有想法、更加有力量嘅人。爭辯係思考嘅開始，係對話嘅藝術，更加係未來成功嘅基石。我會咁樣做一個總結，就係爭辯其實唔係一個叛逆，係而家小朋友話緊俾你知，我而家喺度諗緊嘢，我喺度成長緊。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對你有用或者認同我睇法嘅話，俾個讚我，訂閱我哋嘅頻道或者分享俾你嘅朋友。咁我哋下次再分享英國教育嘅其他主題。我係英國 Leo Sir，拜拜。